kinh節體上切家，在了個羅馬書2第1節讓人講到，因為到家攏從人類嘅講，係咪人都好呢？唔好欺負人，唔好逼殺人，唔好賴人，因為到咪นะ？接下講你欺負人，你賴人，你逼殺人，你講人錯，賴人兩唔對，這個經節講，因為到你切家。得唔到呢個持有嘅方面，但係呢，因為是個人類單殺達成錯，單殺達成唔對嘅，在設計嘅心中呢啲設計嘅行動，因為到設計單殺都錯人，因為到人類在世間裏冇千萬對嘅，每隻人是做過錯，每隻人是做過唔對嘅路，所以呢個經節講設計啲，你單殺欺負人。你家單殺都定處罰咯，因為到你欺負人嘅人，你家做出也未本人欺負，因為自家欺負人殺啦，自家賴人殺啦，自家都達成錯嘅人，所以自家世間嘅喺度唔好錢財賴人，唔好錢財欺負人，上帝愛自家世間嘅攏總要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。就叫嘅經濟嚟行，大家要得到，大家要隻善良嘅心，大家要隻世界相愛嘅心，也就係上帝愛嘅。嗱，記得這個人類世間裏冇隻要對嘅，喺講在上帝嘅面前冇隻要對，你單殺就要對，但係在上帝嘅面前冇要對。這個人出世都係避落罪惡嘅方面，避落罪惡嘅方面，這個單殺都會定處罰。透過耶穌基督嘅恩典來了世間，死在十字架，贖這個人類嘅罪。唔係人相信嘅得到這個恩典，就係得到自由嘅人，唔係本啲錯嘅塔羅，唔係本啲取塔羅，這個屬於義人、脫離嘅人，在上帝裡面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